您稍等。奶奶，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？带你去买衣服去啊。买衣服？奶奶，我不缺衣服呀。嗨，你那些衣服啊，都登不了台面的。你现在啊，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，出去那是代表着我们顾家的形象的。本来呢，应该带你到国外去定制这些衣服的，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？等以后再说吧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谢什么呀你？这是我们3个的秘密。啊，少爷，这样不太合適吧？萬一老夫人知道了，老夫人那兒你別怕，有什麼事我擔着。露露，考驗你的時刻來了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扣你獎金。哦，忙去吧。是。是。喂，让我去面試。好的，我一定準時。這次我一定會成功的，賀建熙，我倒是要看看你運氣還會不會這麼好，你就等着吧。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啊，王叔，哎，锦溪啊，我先回房间歇歇啊。露露啊，把少夫人东西啊送到房间里去啊。哦。哎，今天啊，逛了好几個商場。哎呀，我累壞了吧？哎呀，